喺 DMD 嚟講咧，而家常用同埋見到係最有效嘅標準護理嘅治療咧，就係類固醇。咁因為類固醇咧真係可以減慢嗰個肌肉嘅發炎嘅情況，其實咧亦都令到咧肌肉當佢受到損傷嘅時候咧，個修補咧係會有效好多。陸陸續續都有好多新嘅 DMD 嘅治療方法啦，有一啲叫做基因治療啦，甚至我哋知道咧，亦都有一啲其他嘅口服治療嘅。呢啲咁新嘅 DMD 嘅治療方法，雖然唔係根治，但係佢會咧明顯咧減低 DMD 變差嘅情況，甚至將 DMD 咧變成一個我哋叫做 BMD 叫 Becker 嘅 muscular dystrophy 嘅情況，即係話個病情咧係會明顯減輕好多嘅。要參加呢啲臨床測試或者繼續呢啲治療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要求，就係所有參加者咧都一定要繼續食住類固醇，因為喺咁嘅情況咧，佢哋嘅健康咧先至能夠可以保持得最好。咁第二咧，亦都一定要佢哋跟進咧一個好好嘅標準護理，例如肺部功能嘅測試同埋支援啦，同埋心臟功能嘅定期監測，同埋當有需要嘅時候咧，亦都會透過一啲心臟嘅藥物咧嚟到將嗰個心臟功能咧保持係一個最好嘅狀態嘅。咁所以我會話，其實係有藥物治療嘅。我會睇到咧嚟緊嘅將來咧，呢啲治療嘅方法咧係會一路增加，有效嘅治療咧係會繼續被發現嘅。類固醇咧係可以幫助延遲肌肉嘅退化，但係亦都有副作用。DMD 嘅患者用咗類固醇之後咧，常見嘅副作用咧就會包括體重增加啦、骨質疏鬆啦、高血壓啦、情緒有變化啦，或者係血糖升高，甚至咧會降低免疫力嘅。喺眼睛嗰方面咧，亦都會有白內障或者青光眼嘅問題。咁呢啲副作用咧都需要唔同嘅專科醫生做一個嚴格嘅監察啦。並且喺用呢啲類固醇嘅時候咧，亦都要適當咁樣調劑呢一個劑量啦，嚟到平衡治療嘅作用同埋副作用嘅風險嘅。其實目前部分嘅國家咧已經開始臨床應用呢個基因治療㗎啦，但係唔係全部國家都能夠應用到。咁因為好多時候亦都要視乎每一個國家嘅醫療政策啦，同埋佢哋嘅醫療資源嘅。基因治療咧通常都有一定嘅要求嘅，例如年齡啦，同埋基因突變嘅情況。咁當然早期介入咧就會有更加好嘅成效。喺整個治療過程咧係需要由專科醫生咧做呢個評估同埋監察嘅。基因治療咧其實個目的係要改善而家嘅症狀，唔能夠完全根治或者修復已經壞死咗嘅肌肉嘅。希望咧隨住科研嘅進步咧，未來嘅基因治療咧可以帶嚟更加好嘅效果咯。AAV 腺相關病毒其實係一種比較安全嘅病毒載體，佢唔會咧令到我哋有疾病，咁所以喺基因治療當中咧，其實佢經常咧俾人使用咧嚟到運載一啲治療嘅基因，所以用 AAV 嘅基因治療咧都存在有一定免疫反應嘅風險，而呢啲風險咧係可以好嚴重嘅。所以咧都一定要有一個專業嘅醫療團隊咧跟進整個治療嘅過程。